后来，过来是一年一度的音乐大代志——婚西海洋音乐季。这个拜六礼拜，要伫婚林四湖的三条轮海水浴场盛大来举办，现场有精彩的音乐表演。 婚林县一年一摆热天上精彩活动——婚西海洋音乐季，将伫拜六礼拜伫四湖乡三条轮海水浴场要举行。时高出名团体，也有连接在地农产市集以及丰富的体验活动。透过这样的音乐活动，唤醒大家对环境永续、生态永续，还有文化永续，还有很重要就是地方产业的创生的这一个议题。文管处表示讲，为了响应永续观光的理念，县政府特别伫活动的期间，伫三条轮海清江、博仔寮等等所在设环保铁马站，另外环保铁马嘛将伫北港口湖水拿有设站，欢迎咱乡亲加利用环保铁马去佚佗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